Mina Konnichiwa，歡迎大家又嚟到我頻道啊！嗱，今次咧有啲咩新搞作啦？嗱，之前咧我諗大家有聽過咧，亦都有睇過啦嚇，喺唔同嘅social media 群組啊，包括喺 Facebook 啊，包括喺 Threads 啊，包括喺 YouTube 啊，都有好多發燒友咧，佢就將佢自己屋企嗰度 HiFi 咧，就用手機去拍咗一啲片段，就佢自己音響嗰個片段就放上去 Facebook 又好，放上 YouTube 又好咧，俾人去睇睇到底佢屋企重播佢嘅音響嘅片段到底好定唔好嘅。嗱，其中一隻咧就係陳奕迅啦，喺2010年喺佢個 Dual Concert 裏面咧，其中一隻嘅歌啦，即係神歌啦，就係呢個陀飛輪嘅。嗱，點解呢隻歌咁受歡迎咧？就係因為陳奕迅嗰個表演啊，咁啊係一個神來之筆。點解神來之筆咧？想當然啦，就聽聞啊，係佢未戒煙嘅，咁同埋佢因為佢唱得太多歌啦，之前係唔同嘅巡迴啊，諸如此類啦，咁變咗把聲咧就去到一個我認為啊係一個好爛嘅地步啊。咁但係喺嗰個演唱會唱呢隻歌嗰陣時候咧，就反為爛有爛出嚟嘅味道喎。嗱，咁另外咧就趁之前啦，大家唔知有冇去過 HiAndy 佢舉辦嘅音樂盛會裏面啦，咁喺雅詠嗰個展館裏面咧，佢就用 MBL 啦、葫蘆仔啦去播呢個陳奕迅嘅陀飛輪啦，咁啊人哋個個出嚟嘅效果咧都話好正好正好正，咁所以咧好多發燒友咧佢都想喺屋企咧就聽一聽翻呢一隻歌，另外錄音就睇下出嚟個表現係點樣樣嘅。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，我諗都係我搞出嚟㗎啦。咁因為咧之前我就比較得閒啲啦，咁另外我嗰個HiFi 音響室咧又差唔多 set 好咗。我諗8-9成啦，咁我出於係一個分享嘅心態啦嚇，就想分享下我呢HiFi 房裏面而家個 set up 啦，同埋播出嚟嘅音效嘅表現啦。咁當然大家都知用拍攝器材啊，或者 even 用手機啊咁樣樣咧，出嚟嘅效果係同現實嘅聆聽效果咧係有落差嘅。嗱，記住啊，而家你聽緊嘅係用你個喇叭或者用嘅耳機聽緊㗎，只係參考㗎咋，就並唔係實際嘅表現啦。但係其實喺近年啦，咁有好多手機啦，譬如係 iPhone 啦，或者係一啲相對高級啲嘅 Android 手機啦，佢哋其實個錄音嗰支咪咧，其實收出嚟咧都有一定嘅效果嘅，亦都有一定嘅質素添嘅。咁啊，而呢樣嘢咧，其實當你擺喺重播嗰陣時候咧，譬如你擺翻上 Facebook 啊，擺翻上 YouTube 啊，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因素啦，譬如就係話佢嘅壓縮率啦，你做 YouTube 嗰陣時候你個 editing 後製啦。如果想大家考下自己嘅耳仔咧，就測試下到底自己隻耳係咪金耳朵嘅話咧，其實好簡單嘅啫。嗱，將條片就掉落去 AI，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咧就係要俾錢嘅 AI，因為咧俾錢嘅 AI 咧可以受條片嘅file size 啊或者 quality 咧係更加高嘅。咁你掉咗落去之後咧，你就等佢分析，佢話翻俾你聽，到底呢一個錄音嘅環境佢出嚟嘅聲，到底係一啲泛音啊、高貴嘅聲音啊，定係一啲好空曠啊、好空洞嘅聲音咧？或者佢啲 bass 係點樣樣咧？佢係其實話晒俾你聽㗎。咁咧呢一個咧，亦都係其中一個 AI 嘅好處嘅地方。呢個係我誠意推介俾大家嘅，尤其是用 Gemini。OK， 嗱，而今次嗰條片我想講乜咧？我諗之前嘅幾條片咧，大家都相對有睇過。如果冇咧，就麻煩你自己睇翻啦嚇。呢邊定呢邊啦，我唔記得咗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嗰條片其實講咩咧？就係講我HiFi 房嘅 setup 啦，同埋咩嗱？我最新嘅 setup 其實已經同之前比較咧，我都執咗唔少嘢，尤其是喺呢個環境嘅改動上面咧，我都做咗好多嘢㗎啦。咁另外啲機啊，啲線嘅鋪排啊，咁亦都有啲新嘅面目，遲啲就會俾大家睇。但係咧，就係今次我想做咩咧？就係嗱，頭先講之前有幾條片咧，有一樣嘢就好多朋友都係俾 comment 我咧，就係話我嘅錄音啊，真係非常之差。我聽翻，我亦都非常之同意，真係好差。咁所以咧喺近呢幾個月咧，我又做咗幾件事喎。第一就係去唔同嘅地方，就買翻一啲唔同嘅錄音嘅器材，去令到我嚟緊嘅拍片咧個錄音咧就更加理想。咁就你而家咧聽到呢支咪咧，其實都係一支新嘅咪嚟嘅。呢支係伴隨住我而家呢個單反嘅其中一支最新嘅咪嚟嘅。咁另外咧就我亦都買咗幾支唔同嘅咪。嗱，
咁候選佳麗有邊幾個呢？第一就係面前嘅呢一支就係Panasonic Lumix 嘅 DMW DS1，呢一支就4月尾喺日本出嘅一支貨呢個單反機嘅一支咪嚟嘅。咁另外呢，就係我買咗一支專業收音嘅一個器材咪啦，咁呢個就係 Tascam 嘅07XP 啦。嗱，第三支呢，就係一支之前我就用佢嚟錄音喺我 HiFi 房錄音嘅，但係亦都有好多詬病好多 comment 就係嗰支咪啦。嗱，今次呢，我都想俾大家聽下嘅，呢一支就係 Silencer 嘅 MKE68嘅 shotgun 咪啦。嗱，當然我亦都有啲無線咪啦，咁我啲無線咪呢，亦都會今次呢係攞嚟做一個參考，睇大家中意邊一個嘅。咁啊，呢一個呢，就係我喺香港嗰陣時買㗎啦。咁呢個呢，就係 Rode 嘅Wireless Pro 嘅，咁就呢個無線咪。嗱，今次呢，我就想別開心面一啲，咁呢，我就雖然頭先嗰幾支咪啦，但係呢，我就唔會話俾你聽，我而家錄緊係用邊支咪嘅，我只係會用 A、B、C、D 諸如此類去話俾大家聽，呢個係 A 啊，呢個係 B 咁樣樣啦。咁啊，大家聽完之後喺下面話翻俾我聽，咁啊邊一支咪就係最好聲嘅。咁以後呢，我拍片呢，我就主要嘅器材呢，或者我出去嘅拍器材呢，都大部分都課大家意見，就會用嗰一支咪㗎啦。咁啊，當然唔同嘅環境係會用唔同嘅咪會比較好啲啦。咁啊，但係今次就當一個玩嘅性質啦。嗱，咁我播翻4隻唔同嘅歌啦，4個唔同嘅歌手啦，亦都有高中低啊，全部都係考驗到㗎啦。咁啊，大家聽完之後就話俾我聽，到底邊一支咪係最好啦。咁啊，記住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。嗱，咁之後嘅片呢，我就會再慢慢分享，到底我 HiFi 房做咗啲乜嘢，而家去到乜嘢嘅階段，個聲音亦都係點。咁之後再話俾大家聽啦。首先，今次就同大家講一講我啲咪先。嗱，去呢條片之前，大家記住咯，如果未 subscribe 嘅話，記住即刻 subscribe，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同 share。我哋即刻去片，好冇？ABCD 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情難自禁，我卻其實屬於極度容易受傷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明白我，繼續情願熱戀這個容易受傷的女人。不要等，殘夜有你醉也真，讓我終於找到信任，不管一切。多經典的歌後，一霎眼已走，前面着青蔥的山丘，轉夕陽無限好，天色已黃昏，風花雪月般肯等人，要獻變獻吻。似是湖水，全為你泛起心，還想不到的優美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情難自禁，我卻其實屬於極度容易受傷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明白我，繼續情願熱戀這個容易受傷的女人。不要等，殘夜有你醉也真，讓我終於找到信任，不管一切。多經典的歌後，一霎眼已走，前面着青蔥的山丘，轉眼夕陽無限好，天色已黃昏，
A few moments later. 情難至今，我卻其實屬於極度容易受傷的女人。不要不要，而明白我繼續情願熱戀這個容易受傷的女人。不要等，長夜有你醉也真，讓我終於找到信任，不管一切事。多經典的歌後，一霎眼已走，前面着青蔥的山丘，轉夕陽無限好。天色已黃昏，風不雪月不肯等人，要獻變獻吻。不停地流，一去不你曾经告诉我，光阴不再，要珍惜你的爱，不会挽回。生活靜靜似是湖水，全為你泛起，幻想不到的優美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情難至今，我卻其實屬於極度容易受傷的女人。不要不要，而明白我繼續情願熱戀這個容易受傷的女人。不要等，長夜有你醉也真，讓我終於找到信任，不管一切。多經典的歌後，一霎眼已走，前面着青蔥的山丘，轉夕陽無限好。天色已黃昏，風不雪月不肯等人，要獻變獻吻。時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你曾經告訴我，光陰不再，要珍惜你的愛，不會挽回。生活靜靜似是湖水，全為你泛起生，幻想不到的優美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嗱好啦，大家聽完呢幾支咪之後呢，大家中意邊一支咪呢？嗱，記得啊喺下面留言話翻俾我聽啊！如果想睇翻我之前 HiFi 房到底做咗啲咩 setting 呢，而家雖然好唔同啦，大家亦都可以溫故知新去翻呢度或者係呢度去睇翻啦。咁呢，今日條片就去到呢度啦，下次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情難至今，我卻其實屬於極度容易受傷的女人。不要不要不，唔明白我繼續情願熱戀這個容易受傷的女人。不要等，長夜有你醉也真，讓我終於找到信任，不管一切事。多經典的歌後，一霎眼已走，前面着青蔥
中的山丘，轉夕陽無限好，天色已黃昏，風花雪月不肯等人，要獻變獻吻。时光不停地流，一去不。你曾经告诉我，光阴不再，要珍惜你的爱，不会忘怀。生活靜靜似是湖水，全為你泛起，還想。